台南归仁一个男子为上港返来，照规定要做14天的居家检疫，但是伊无咧训导，做伊出门，佮联络袂到人，最后规气甲手机嘛关掉。警方上尾也是伫咧高雄的主管找到人，伊竟然是走去城隍庙绕境公叫。台南市长黄伟提讲，一定要当当来处罚。 桥板领着新桥，绕境活动人真多，高雄主管城隍庙前的广场真闹热。但是这个桥板内面竟然有人是居家检疫绕跑出来参与绕境的活动。台南一名单身男子3月11对香港返来台湾，必须要居家检疫到3月25、3月14下晡5点就外出。手机信号最后是下晡6点33分，维持伫高雄市主管区，甚至落去参加绕境公桥。 专案小组马上查获3月15下晡2点15分，总算找到，伫警车护送送到检疫场所。他也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，不跟我们警方来配合哈。居家检疫袂使出门，不过政府每工有1000块的补助，甚至提供防疫包。对着这种无守法的绕跑行为，台南市府决定严格处理。拿这个钱来补偿你，你还不好好待在家里，真的让人家非常遗憾又生气。至于中间的罚款我觉得是也不轻待了，就是我们这个从严来这个处罚。公庙绕境活动数百，甚至是上千人参与，单身的男子对疫区回国风险高。 为着能够走出门，这款自私行为，恐惊新民嘛袂感觉欢喜。